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公衛網絡。但係咧，最近喺 IG 上面見到有好多由 AI 整出嚟嘅圖案，我都覺得好得意啊！其實咧，AI 已經嚟到咁快㗎啦。咁但係我想分析點解要 AI？係啊，其實 AI 而家已經逐漸咁樣接觸緊我哋嘅生活啦。咁所以今日咧就帶大家嚟一個數碼腦嘅科技體驗啦。體驗館設有3大展區，分別有提升效率、安全同埋互動體驗區，展示咗17間社群企業嘅創新產品同埋解決方案。呢度可以俾你親身體驗科技點樣改變生活。首先嚟到提升效率展區，呢個 AI 私人醫生可以喺上傳報告之後，快速提供針對各項指標嘅詳細分析，指出需要注意嘅地方，同埋提及有冇需要進一步就醫嘅建議。之後呢部學習機可以幫助老師高效率咁批改作業，而喺學生層面上，呢個產品亦都可以針對自主學習，提供 AI 輔導、複習、備考同埋功課輔導等等，有助提升學生嘅學習效率。我哋頭先咧，用完學習機入邊嘅作文助手，結合咗呢個 AI 技術咧，為我哋輔導點樣去批改作文嘅。咁原來嗰邊都有一個機器咧，可以為我哋帶嚟娛樂嘅喎，都係結合咗 AI 嘅科技。不如我哋睇下。係啊，呢邊啊，呢度咧就係有一部非觸式嘅遊戲機啦。咁佢同我哋電話或者電腦啲遊戲咧就唔一樣嘅。咁佢就我哋用咗呢一個無縫嘅追蹤技術啦，咁可以追蹤我哋身體嘅動作啊，咁從而咧可以揾到呢一個。咁不如我哋而家即刻試下。呢個安全展區入邊，其中一個技術可以幫助投資者快速了解項目風險，從而令到區塊鏈投資變得更加透明同埋可靠。咦，我哋頭先啱啱體驗完呢個 AI 數碼科技體驗館喎，咁不如我哋去睇下其他有關 AI 嘅嘢啊！好啊，我知道咧嚟緊有一個 AI 同埋藝術結合嘅展覽啦，咁不如我哋而家即刻睇下。好啊！本身敦煌同埋香港其實有着好相近嘅一個背景，即係大家都係一個中西結合嘅一個地區啦、地方啦。咁亦都係透過中西結合，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歷史背景。咁所以由敦煌呢個 idea 去出發嘅時候，亦都我哋發現好多所謂嘅沉浸展啊，或者互動展啊，喺數字科技上面，敦煌大部分顯示出嚟咧，只係洞窟入邊嘅真實感。咁但係如果用一啲更加有趣嘅角度，可以用 IP 去展示嘅話，我覺得更加好。咁所以喺入邊我哋都着重體驗嘅。所以你見到成個由展覽開始行第一部分，可能要去 search of 呢個敦煌啊，自身嘅當中啊，去到踏上蓮花路啊，去繼續行落去到沉浸空間，我哋講緊嘅一啲主題可能都同一般嘅敦煌主題唔同。
咁反而我哋就會 highlight 咗一啲中西結合嘅一啲要點，譬如話十二星宮啊，輪到十二宮點樣喺61忽出現，而嗰個 position 其實咧坦白講，佢南同北嗰個位置去擺唔同嘅星宮咧係有要求嘅。咁所以我哋其實都跟翻南北嗰個方向咁去擺，即係呢啲亦都我哋都唔會 highlight 喺入邊。咁而其他唔同嘅場景啦，咁我哋都展示到立體化、互動化，咁亦都入邊用咗好多 AI 嘅元素嘅，哪怕係我哋入邊有啲 animation 啊，或者一啲互動啊，咁都用咗 AI 嘅情況去做呢個效果。每一個工匠、每一個年代嘅人物啦，去用唔同嘅方式去記錄呢個歷史或者呢個故事嚟嘅。咁到我哋而家呢個年代，到我哋而家呢個 moment，我哋用咩形式去記錄咧？究竟係咪仲畫咧？除咗畫之外，仲可以用咩方式咧？會唔會用科技啊、AI 啊唔同嘅技術幫我哋將呢件事繼續傳承？咁今日帶大家睇完呢個科技展覽會之後咧，咁原來發現呢個唔單止係展覽咁簡單，仲係一個探索未來、啟發創意同埋提升科技眼界嘅一個旅程嚟㗎。無論係返緊工嘅你、老人家同埋家長都好啦，咁喺 AI 呢個展覽入邊咧，都可以玩到一個有趣又實用嘅一個東西㗎。咁你覺得呢？我覺得原來科技唔單止令到藝術係一個沉悶嘅展覽啦，而且仲係一個互動嘅體驗。咁其實日常生活中好多 AI 都喺我哋生活中慢慢普及啦。咁希望大家都可以發掘到身邊同 AI 有關嘅事物。大家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去以下嘅網址重溫翻我哋嘅短片啦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